閉上眼睛一刻，想象一下呢個情景。聽日朝早醒到嗰陣，你試圖站立，卻發現雙腿好似果凍咁軟弱無力。當你伸手去攞杯水嘅時候，手臂亦都止唔住地筋抖，恐慌開始蔓延。呢個點回事？如果我話俾你知，真正嘅罪魁禍首此刻正在你體內悄悄運作，默默侵蝕你嘅力量，卻冇任何警告，你會點諗？韓偉教授提醒，好多人直到失去力量之後先至驚覺異常，但其實破壞早已無聲無息咁發生。請繼續聽落去。喺呢段影片嘅最後，你將清楚知道邊啲食物能夠幫助你重建肌肉，即使你已經超過80歲。你知道嗎？就喺你閱讀呢啲文字嘅此刻，你個肌肉正在逐步流失，你所感受到嘅神秘虛弱感絕唔係錯覺。韓偉教授指出，自50歲以後，人體便開始悄悄破壞自身嘅肌肉組織，無痛感、無警訊，無聲無息咁偷走你嘅力量與獨立性。你係咪注意到早晨醒來嘅時候，常覺得精疲力竭，從沙發上企起上變得吃力，或係喺上下樓梯嘅時候感覺步伐不穩？呢啲並唔只係正常老化嘅現象，而係肌少症嘅警告，累累一種影響全球數百萬名長者嘅疾病，卻好少被醫生主動提及。世界衛生組織已正式將肌少症列為一種疾病，與其他疾病通常伴隨疼痛或者發燒唔同，肌少症好似幽靈咁喺暗中侵蝕，唔發出任何求救信號，佢悄悄削弱你嘅肌力，直到你無法忽視，平衡感變差，腿部無力，從床上或者椅上起身困難，以及越嚟越頻繁嘅意外跌倒。根據哈佛醫學院嘅研究指出，即使飲食良好，身體感覺健康，60歲後嘅肌肉量仍然可能減少高達33%。而最令人震驚嘅係呢個過程對好多長者而言，其實喺50歲初期就已經悄悄展開咗。如果你話你所愛嘅人年齡已超過50歲，咁今日呢一次嘅點擊或許能夠改變一切。喺繼續介紹呢啲可能改變人生嘅重要資訊之前，請花幾秒鐘訂閱我哋嘅頻道並開啟小鈴鐺。每周我哋都會分享好似咁影響生活品質嘅健康見解，請唔好錯過下一支影片。也許咁正係你或你所關心嘅人急需聽到嘅訊息。準備好迎接好消息啦咩？韓偉教授帶嚟振奮人心嘅發現，肌肉退化並非無法逆轉。最近嘅突破性研究正喺度打破長久以嚟嘅誤解嘅。一項開創性研究發現，91%嘅70歲以上嘅參與者喺短短6週裏邊，僅靠飲食調整，肌肉量便顯著恢復。稍後我將話俾你聽，佢哋係點樣辦到嘅。科學家們已經揾到某啲特殊食物中含有可以幫助重建肌肉嘅關鍵成分，甚至連80歲以上嘅人亦都能夠從中受益。如今我哋終於明白，儘管年齡帶嚟身體變化，但係透過簡單而有效嘅策略，肌少症係可以被控制甚至逆轉嘅。如果我話俾你聽，有啲食物能夠扭轉呢場無聲嘅力量攝取，你會點樣諗？食物成為咗最強大嘅干預手段之一，有時甚至比藥物更有效。而家就讓我哋一齊揭開每位長者都必須知道嘅9大拯救肌肉嘅食物。其中第6種更加係顛覆傳統認知嘅隱藏關鍵。糙米，穩定肌肉能量嘅重要來源。韓偉教授指出，好多人忽略咗糙米嘅價值，總係選擇白米，卻唔知道呢種保留咗虎皮與胚芽嘅全穀物，對維持老年人肌肉健康至關重要。同去除咗纖維同必需營養素嘅白米相比，糙米富含複合碳水化合物、纖維、多種關鍵維生素與礦物質。碳水化合物喺肌肉功能中扮演不可或缺嘅角色，佢哋提供身體持續穩定嘅能量，對於體力活動、肌肉修復與整體力量維持至關重要。糙米嘅複合碳水化合物消化速度比簡單糖類慢，因此能夠提供更持久嘅能量釋放，對能量波動頻繁嘅老年人特別有益。韓教授提醒，透過食用糙米，長者可以穩定血糖，避免血糖劇烈波動引起嘅疲勞與肌肉無力。除咗提供能量之外，糙米嘅高纖維含量對於支持整體肌肉健康亦都發揮咗重要作用。纖維促進消化，維持健康嘅腸道蠕動，呢個喺年長者中尤為重要，因為隨住年齡增長，消化功能可能下降，穩定嘅血糖水平同樣對肌肉功能同能量維持至關重要。糙米亦都係多種必需礦物質嘅良好來源，其中最重要嘅係鎂。鎂能調節肌肉收縮時嘅電信號，有助於預防肌肉痙攣與抽筋，對於隨年齡增長而易出現肌肉僵硬嘅長者尤其有幫助。
此外咧，糙米富含 B 群維生素，特別係維生素 B12，呢種維生素對紅血球形成咧同神經功能至關重要。韓偉教授提醒，若果缺乏 B12，可能會導致肌肉無力、疲勞，甚至影響行動能力。將糙米納入日常飲食，提供老年人一個簡單又有效嘅方法嚟支持整體嘅肌肉功能與活力。而藜麥完整蛋白質嘅動力來源，喺健康飲食中，藜麥早已佔有一席之地。韓偉教授表示，藜麥特別適合希望維持肌肉健康嘅老年人。同多數植物性食物唔同，藜麥屬於完整蛋白質來源，含有9種人體無法自行合成嘅必需氨基酸。呢啲氨基酸對於肌肉修復、再生同埋生長至關重要。對年長者而言，確保攝取充足嘅必需氨基酸係防止肌肉流失與保持行動力嘅關鍵。隨住年齡增長，人體從食物中合成蛋白質嘅效率降低，因此老年人更需要定期補充高品質蛋白質。藜麥提供咗易於消化且營養豐富嘅蛋白質來源。每杯煮熟嘅藜麥大約含有8克蛋白質，能顯著提升每日蛋白質攝取，協助維持肌肉量。藜麥不僅富含蛋白質，其高纖維含量亦有助於支持消化系統健康並穩定血糖水平。韓偉教授特別強調，穩定血糖對肌肉耐力至關重要，避免血糖波動所引起嘅能量下滑與肌肉疲勞。藜麥中豐富嘅鎂能幫助調節肌肉收縮，鐵則促進血液潰瘍，維持肌肉活力，而 B 群維生素則喺能量代謝中發揮關鍵作用。透過將藜麥融入各類菜肴，長者可以喺不經意中為肌肉健康提供全面嘅支持。3. 核桃，天然抗炎嘅肌肉護盾。韓偉教授提醒大家，核桃上被譽為最健康嘅堅果之一，呢個並非偶然。核桃富含對心臟健康與肌肉維持至關重要營養素，尤其適合需要強化肌肉嘅老年人。核桃最引人注目嘅特點之一係其高含量嘅植物性歐米伽負3脂肪酸，呢種必需脂肪能夠有效減少體內炎症。炎症正係導致肌肉分解與關節疼痛嘅主要因素，會大大降低行動力與生活質量。核桃中嘅歐米伽負3脂肪酸有助於降低皮質醇，一種加速肌肉分解嘅壓力荷爾蒙水平。對年長者嚟講尤其重要，因為皮質醇過高會加劇肌少症嘅惡化。除咗歐米伽負3，核桃仲富含抗氧化劑，如維生素 E 與多酚，可以保護身體免受自由基造成嘅氧化壓力，延緩肌肉纖維退化。此外，核桃仲提供植物性蛋白質，每安士約含有4克蛋白質，對於補充日常所需並促進肌肉修復至關重要。韓教授指出，隨住年齡增長，蛋白質吸收效率下降，因此選擇易吸收、品質高嘅蛋白質來源尤其重要。將核桃作為沙拉配料、優格伴食或者單獨作為健康零食，唔單止滿足口腹之慾，仲能夠默默支持你嘅肌肉強度，俾你喺同齡人逐漸虛弱嘅時候依然保持堅強。小建議，每日適量食用一小把核桃，不僅滋味香脆，更加能夠為你嘅肌肉健康打造一層堅實嘅防護盾。4. 藍莓，你可能錯過嘅抗氧化肌肉護盾。韓偉教授指出，藍莓常被譽為超級食物，唔單止味道甘甜可口，仲富含強大嘅抗氧化劑，對肌肉健康有住深遠嘅影響。呢啲小巧嘅藍色果實中蘊含豐富嘅花青素，呢種天然抗氧化劑正係賦予藍莓深藍色澤嘅秘密，亦都係喺對抗氧化壓力、延緩肌肉老化中扮演關鍵角色。隨住年齡增長，體內自由基累積加劇，導致氧化壓力上升，進而損害肌肉纖維，引發無力與酸痛。藍莓能夠有效中和呢啲自由基，減少細胞損傷，支持肌肉組織嘅健康與長壽。對於老年人嚟講藍莓嘅一大優勢係能夠喺運動或者體力活動之後促進肌肉修復。當肌肉經歷微小損傷嘅時候需要及時修復，以實現增強與強化。藍莓中嘅抗氧化成分能夠減緩炎症反應同埋氧化損傷，加速肌肉恢復過程。韓偉教授特別提醒，呢個鮮為人知嘅秘密對恢復期較長嘅長者尤其有益，能夠俾佢哋更快重拾活力。除咗抗氧化特性之外，藍莓仲富含促進肌肉健康嘅維生素同礦物質，例如藍莓含有大量嘅維生素 C， 呢種重要嘅維生素對膠原蛋白生成至關重要。膠原蛋白作為一種結構蛋白，有助於維持肌肉、肌腱與韌帶嘅強度與靈活性。維生素 C 同時亦都係強力抗氧化劑，進一步幫助身體對抗炎症與自由基損害。此外，藍莓中富含嘅氦元素有助於調節體液平衡與肌肉功能，確保肌肉喺最佳狀態下運作。
藍莓仲帶嚟一系列額外健康益處。研究表明，定期食用藍莓可改善認知功能，提升記憶力與大腦健康，進而提高整體生活品質。同時咧，藍莓亦都被證實有助於降低血壓、改善心臟健康，並降低糖尿病與心臟病等慢性疾病嘅風險。所有呢啲綜合效應咧，有助於維持老年人嘅肌肉功能與整體活力，幫助佢哋更長時間咁保持活躍與自主生活。根據塔夫茨大學嘅研究，定期食用莓果嘅老年人喺體力活動後嘅肌肉表現同恢復速度均有顯著提升。每日建議攝取量，每日至少食用一杯新鮮或者冷凍藍莓，可以直接食用或者加入優格冰沙與燕麥粥中。每一口都係對抗肌肉老化嘅天然護盾，呢個係多數人從未發現嘅秘密武器。亞麻籽少少種子構建強大肌肉力量，唔好少睇啦。亞麻籽呢啲微小嘅種子咧，韓偉教授指出，佢哋對肌肉健康以及整體健康嘅影響極為強大。亞麻籽係植物性歐米加負3脂肪酸、膳食纖維與植物性蛋白質嘅極佳來源。呢啲成分對於維持肌肉質量、減少發炎反應以及促進修復都係不可或缺嘅。對於希望對抗年齡相關肌肉流失嘅老年人嚟講咧，每日適量攝取亞麻籽係一種簡單而高效嘅方法。亞麻籽特別富含 A1、ER3、AFA3、亞麻酸 ALA 呢種植物性歐米加負3脂肪酸喺減少體內慢性炎症方面發揮住關鍵作用。慢性炎症會加速肌肉退化並導致關節疼痛，使老年人難以保持活動力。透過定期攝取亞麻籽，可以幫助控制炎症水平，唔單止有助於肌肉健康，亦都對心臟、大腦同埋關節靈活性產生積極影響。亞麻籽仲有一個隱藏優勢，佢哋含有豐富嘅木酚素，呢種天然植物化合物具有強大嘅抗氧化特性，能夠有效保護肌肉細胞免受氧化損傷。此外，亞麻籽係可溶性與不溶性纖維嘅優秀來源，有助於促進腸道健康與提升營養吸收。韓偉教授強調，健康嘅消化系統對於吸收蛋白質同其他肌肉維持所需營養至關重要。喺蛋白質補充方面咧，亞麻籽雖然蛋白質含量唔及動物性來源，但仍然提供咗有助於日常蛋白質需求嘅良好植物性選擇。其所含嘅必需氨基酸對肌肉修復至關重要。每日建議每日食用1至2湯匙研磨過嘅亞麻籽，整粒亞麻籽較難消化，可輕鬆加入冰沙、優格、燕麥粥或烘焙食品中，為你嘅力量打下穩固基礎。6. 起司夜間滋養肌肉渴望嘅蛋白質。韓偉教授指出咧，起司喺促進肌肉健康方面，常常被人們嚴重低估，尤其對於老年人嚟講。不同於其他乳製品，起司特別富含酪蛋白，一種以緩慢消化速度著稱嘅蛋白質，能夠喺幾個鐘頭之內穩定釋放氨基酸，係維持與修復肌肉嘅理想食物來源。起司對老年人最大嘅益處之一咧，係其極高嘅蛋白質含量，每杯約含有25克高品質蛋白質，有助於刺激肌肉蛋白質合成。隨住年齡增長，肌肉對蛋白質刺激嘅反應性下降，因此需要攝取更多優質蛋白嚟觸發肌肉修復與生長。起司正好成為一種簡單又易取得嘅理想選擇。特別嘅係，起司中嘅酪蛋白咧，同乳清蛋白唔同，佢釋放氨基酸嘅速度較慢，可持續幾個鐘頭咧，為肌肉提供穩定營養。咁你個令到瞓前食用起司，成為預防夜間肌肉分解嘅絕佳方法，有助於醒嚟嘅時候感覺更有力氣與活力。除咗蛋白質，起司亦都係鈣嘅極佳來源。鈣對於肌肉收縮同骨骼健康至關重要，而老年人更容易面臨骨質疏鬆風險。透過食用富含鈣質嘅起司，唔單止能夠強化肌肉，亦都能夠同時守護骨骼結構。此外，起司富含 B 群維生素，特別係維生素 B12。韓教授提醒 ，B12 對紅血球形成同神經功能非常關鍵，呢兩者都直接影響肌肉力量與協調性。若果缺乏 B12，可能會導致無力、疲勞，甚至神經系統異常。每日適量食用天然無糖嘅起司，搭配藍莓、核桃或者蜂蜜，唔單止增添風味，亦都能夠進一步補充營養。建議每週食用3至4次，特別喺晚上，幫助你保持同齡人正在快速失去嘅肌肉力量。7. 希臘優格，肌肉修復嘅夜間動力來源。希臘優格被韓偉教授譽為夜間恢復與肌肉保護嘅遊戲規則改變者。呢一種經過過濾、去除乳清、濃縮蛋白質嘅食品，喺僅170克中就提供高達20克嘅高品質蛋白質，成為夜間滋養肌肉嘅首選。希臘優格含有豐富嘅酪蛋白，可緩慢釋放氨基酸，持續滋養肌肉幾十個鐘頭，完美抵禦因夜間禁食導致嘅肌肉分解。
除咗蛋白質之外咧，希臘優格咧仲提供鈣、維生素 D 與磷呢三大骨骼與肌肉不可或缺嘅營養素。更加重要嘅係佢富含益生菌，有助於平衡腸道菌群，增強營養吸收，並減少系統性炎症，為肌肉修復提供更有利嘅環境。韓偉教授強調，健康嘅腸道生態對於肌肉健康極為重要，因為炎症會加速肌肉流失。希臘優格仲含有微量嘅肌酸，呢一種對肌肉能量生產至關重要嘅化合物，儘管含量唔高，但每一份微小嘅支持喺對抗年齡相關肌肉損失嘅過程中都不可忽視。對於關心脂肪攝取嘅人，市面上有多種脂肪含量可選，但韓教授建議適量選擇全脂版本，因其含有更多脂溶性維生素與支持激素生成，有助於肌肉維持。行動建議選擇無糖天然希臘優格，可搭配藍莓、核桃或者蜂蜜食用，每星期3到4次，特別係瞓前，俾你喺早晨醒佢嘅時候，比同齡人更強健有活力。如果今晚你想嘗試，唔好忘記喺留言區寫低優格8富含脂肪嘅魚類，喚醒肌肉力量嘅歐米加負3秘密，好似象魚、沙丁魚、蠶魚同鱈魚呢啲富含脂肪嘅魚類，係隨住年齡增長仍能夠維持肌肉力量嘅強大物。韓偉教授話，呢啲魚類嘅優勢在於佢哋結合咗高品質蛋白質同大量歐米加負3脂肪酸，尤其是 EPA 同 DHA 呢種組合能夠有效對抗炎症，加強肌肉細胞對蛋白質嘅敏感度，幫助年長者更有效咁利用營養嚟修復與增強肌肉。隨住年齡增長，身體對營養嘅吸收同埋利用效率會自然下降，但歐米加負3脂肪酸可逆轉呢一過程，即便喺高齡嘅時候，仍然能夠刺激肌肉生長，並且維持瘦體重。每100克鯽魚能夠提供約20克高生物價值嘅蛋白質及豐富嘅健康脂肪，並額外補充維生素 D， 一種對肌肉與骨骼功能至關重要，但老年人常因日曬不足而缺乏嘅營養素。根據美國臨床營養學期刊嘅研究，每周食用2次富含脂肪魚類嘅老年人喺3年內力量與行動能力嘅流失明顯少於不食用者。富含脂肪魚類中嘅歐米加負3脂肪酸仲能夠減輕關節疼痛，間接鼓勵更多體力活動，有助於延緩肌肉流失。小提示：盡量選擇烤、蒸或者燉煮嘅方式烹調，避免油炸或者高鈉半裝魚品。呢啲不良處理方式可能抵消原本嘅健康益處。建議每週食用2至3次，為肌肉維持同整體健康打下堅實基礎。9. 瘦肉蛋白，對抗虛弱與肌肉流失嘅天然武器。韓偉教授指出咧，好多長者咧因為擔心膽固醇或者改變飲食習慣咧，常常忽略咗瘦肉蛋白嘅重要性。但係不論係動物性定係植物性來源，瘦肉蛋白都係維持肌肉力量嘅最大盟友。隨住年齡增長，人體對蛋白質嘅需求反而增加，呢個係好多老年人忽略嘅事實。研究顯示，老年人每日需要攝取大約 1.2 至 1.5 克每公斤體重嘅蛋白質，幾乎係年輕成人嘅2倍，先至能夠有效維持肌肉量。瘦肉蛋白嘅關鍵在於良氨酸，一種啟動肌肉生長 mTOR 機制嘅重要氨基酸。隨住年齡增長，肌肉細胞對良氨酸嘅敏感度降低，因此需要更高嘅劑量嚟激發相同嘅反應。好似起司、慢釋放酪蛋白、瘦肉、藜麥同埋乳清蛋白補充品等嘅食物咧，都係絕佳嘅良氨酸來源。麥克馬斯特大學嘅研究證實，攝取充足蛋白質並結合輕度阻力運動嘅老年人，肌肉量明顯高於攝取不足者。每100克瘦肉約可提供25克完整嘅蛋白質，含有重建肌肉所需嘅全部必需氨基酸。此外，瘦肉仲含有肌酸，能夠增強力量、耐力與恢復能力，同時富含鐵、鋅與 B 群維生素，促進肌肉氧氣輸送並維持能量代謝活性。對於偏好植物性飲食嘅人，韓教授建議可靈活搭配豆類、堅果與全穀物，以獲得完整嘅蛋白質組合。關鍵在於全天均衡分配蛋白質攝取，而非一次大量進食，先至能夠達到最佳效果。小建議：選擇烤焗方式調理瘦肉，避免油炸，每周攝取2至3次，無風險、低負擔，助你保持強健。你今日嘅飲食選擇將決定你聽日嘅力量與獨立性。韓偉教授強調，同好多年齡相關嘅變化唔同，肌肉流失係可以逆轉嘅，但前提係必須喺不可逆之前開始行動。
將呢9種拯救肌肉嘅食物融入日常飲食，搭配規律運動與良好生活習慣，先至能夠累積出真正嘅效果。記住，呢啲並非立竿見影嘅奇蹟食物，而係隨住時間累積產生巨大改變嘅關鍵。唔好等到身體虛弱，無法從個凳企上面企起，或者發生可怕跌倒嘅時候先至後悔。從今日起就用呢啲簡單嘅飲食補充，開始保護你嘅肌肉。驚人嘅真相係，未來數十年嘅力量與獨立並唔取決於昂貴藥物或者係治療，而掌握喺你每日嘅餐台上，保護肌肉、行動力與生活品質嘅力量，正握喺你自己手中。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幫助，請立即按下鍾意並訂閱我哋嘅頻道，並開啟小鈴鐺。我哋持續研究老年健康與長壽領域嘅最新突破。下一段影片將會揭示3個簡單嘅早晨習慣，能夠俾你嘅生活更健康長壽，你絕對唔想錯過。亦請將呢段影片分享俾你關心嘅人，佢哋可能正為肌力或行動力困擾而苦惱。你簡單嘅一次分享，可能改變佢哋嘅一生。好唔記得喺下方留言知啦，話俾我哋知咧，你會先從邊一種食物開始融入你嘅飲食？你今日就開始行動咩？